其實今年咧，香港政府咧嘅醫療開支咧係超過1000億嘅。超過1000億咧，雖然就係話我哋講嗰個同人均個 GDP 比咧，其實咧都同其他國家差唔多啦。但係其實咧，我哋嗰個等候時間同埋輪候時間咧，其實公營醫療嗰個係相當大，同埋負荷得好多。咁亦都令到咧，我哋公營醫療機構嘅同事咧，其實工作壓力係相當大。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，其實無論係病人啦，或者我哋嘅員工咧，其實都好辛苦。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，我覺得咧，如果可以深化公私營合作，將一部分嘅病人咧係轉流去即係私營嘅市場咧，即係再釋放多啲私營市場嘅嗰個能力咧，去協助公營機構咧，去減輕公營機構嘅壓力之餘咧，其實我哋公營機構嘅同事咧，亦都會咧相對地咧嗰個壓力會細咗嘅。你話政府其實喺呢件事上面咧，其實冇使多咗錢，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，我覺得係一個雙贏嘅局面嚟嘅。